来看一份上新的世界大学排名，咱台湾是以代代表现了上好，排伫第140名，比顶年进步32名。其中代代佮阳明交大伫三合合作摕到满分是排世界第一。国际愈来愈多机构加入世界的大学评比，毋过全球三大学术排名 QS、THE 加 ESI， 台湾的大学也是正重视。THE 上新世界大学的排名，台湾的大学内底代代表现上好，第140名，比顶一个年度进步32名。中国医药大学第301至350名，台科大、清大、阳明交大、台北医学大学甲亚洲大学第401至500名，成大、台师大、分科大是501至600名。代代表示，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国际化评比拢有进步，产业合作满分排名世界第一，产学合作同款满分的阳明交大表示，总排名差不多，国际化爱搁拼。我们的产学的研究，在专利数或者是老师平均的拿到了产学计划的这个金额等等的，好，那这些都在全世界的前1%左右。国际的著作的比例，或者是说这个国际的教师的比例，这个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。THE 评比用教学研究环境、研究品质、国际化加产学合作5大指标，教学甲研究都占88.5%。代代多数系教授黄无宣讲，台湾前本的大学产学合作表现拢袂歹，毋过这个指标刚占4%，对排名影响无大。他 research 就将近60%，国际化是我们一开始其实台湾国际化的分数都很低，那近年来是有一些进步，但是还是不够。那其实基本上就是在研究上，你怎么样往上推。吴宣表示，无共排名系统的指标无啥共，只需共一间大学伫无共排名结果会有争差。毋过规个来看，研究也是相对较客观。真侪年来拢讲，加提升研究最好，国际化排名当然就会进步。记者采访报道。